位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咱搁一摆伫遮三甲聚集，通过今仔日的圣经节哥林多后书第9章，咱搁一摆来思考：你的生活有富足吗？你是过着一个富足的生活吗？伫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讲起来也真长，但是简单讲，伊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 人的富足是上帝的恩典。我想伫即个咱所读的经节内底，一直咧强调做情的少情的少收，做情的做收。所以人若要伫生活、要伫性命顶悬要富足，绝对无问题。第一个条件一定就是爱奋力、努力去拍拼。 我想真侪，无论是伫心灵，还是伫生活，还是伫经财顶悬富足的人，有真侪是因为伊人生的态度就非常积极，非常努力，然后比别人还佫较拍拼。我想因为即款的态度，所以才互人伫迄个中间会当超越别个人，甚至是比别个人会当有佫较好的条件。 还是更较好的地位，这绝对无问题。拢是有个人，伊伫生活顶悬，伊是英雄做实事，英雄造时势。伊一个人去到一个所在，伊就会当拍拼，拼出一个无共款的天。但是有个人是实事做英雄，时势。 造英雄，有一个故事安尼讲，这毋是假故事，这是真的故事。讲有一个阿公阿嬷，去到对个孙去到游乐场去佚佗。我毋知影遮上有名的游乐场是啥物货？游乐场可能对咱有个人足吸引人的，就是有一个叫做云霄飞车。 安尼会当车来车去变来变去。因为即个阿嬷看着讲靠有迄个云霄飞车安尼咧走会遮尔济人爱耍我嘛想要来耍看卖。全真正排队就介遐少年的全去。即个阿嬷动作较慢，所以去的时迄云霄飞车已经坐甲差不多一排一排一直落来。全剩对一位。 剩上头前迄位，所以即个阿嬷看我，剩即位要紧诶，全对第一位全坐落，足济迄个少年诶伫后壁一看就讲，即个阿嬷无简单，即个阿嬷无简单。然后云霄飞车开始走就开始咻落去然后大家就开始叫你若看过人少年咧耍云霄飞车车若冲落，手就夹起来有无？手就拄表示讲我无看拢会使安尼全冲落了，全听着上头前的大家拢惊到要死，全听着上头前的迄个阿嬷一直喊冲啊冲啊！哇！后壁这个少年听着讲头前迄个阿嬷遮勇敢啦，竟然伫头前大声喊冲啊！后壁这个少年嘛袂当输头前的阿嬷，全对咧喊冲啊冲啊！ 全一直冲到云霄飞车坐了出来，少年的全去问阿嬷讲：“阿嬷，你实在是有够厉害呢！你经上刺激的迄位，阮拢唔敢坐，你去坐迄位上头前的。然后迄车冲落了你全带头伫遐喊冲啊冲啊，阮后壁遮的人拢对你喊，手举起来伫遐冲啊冲啊！ 你实在是有够厉害，阿嬷，阮足佩服你。即个阿嬷全讲啥？无啦，你误会我是找无位剩迄位尔啦。所有的位拢叫恁坐了剩迄位然后坐落了，我就后悔受悬受刺激所以车开始走的时我一直咧叫阮翁的名，叫阮翁看会当来甲我叫，来甲我救袂啦。阮翁叫做冲啦。 有时伫咱生命所经过的路程，真侪物件毋是咱选。有时咱所拄着的环境，
互咱袂使无勇敢，互咱拄着的物件袂使伫迄个中间讲我会惊，我无爱行。因为你会惊，你无爱行，总是后壁的人会安怎？继续杀你毋通行。有真侪时，毋是咱咧选境，毋是咱咧选咱的环境，有时是因为时势关系。我想咱在座真侪人来到伫温哥华，大概也有不止真长的时间，上久的敢有30年的？超过30年的，有无？40年哦，爱问较久的，40年。哦，啊，若搁讲50年，大概无啊啦吼。哦，你来超过50年啊？啊，若上底的，3年，比3年较底，敢有？无。我来嘛无到3年，我2年尔。咱看到温哥华的厝价，30-40年前甲现在敢有共款？现在少年人若想讲，我嘛足决心要来遮拼一个啊，买一间厝，我毋知影敢有才调。若我看我家己差远了，根本就无可能。真侪时是时势做英雄，有的英雄会当做时势，但是搁较侪时间是时势在做英雄。所以今仔日你假使有比人较富足的生活，你有比人更较富足的心灵，我相信你绝对伫你生活顶悬非常认真、非常拍拼。但是，毋是每一个认真拍拼的人，拢会当得到富足。今仔日你所得到，毋通会记住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将济济恩惠加添伫你的心上。互你凡事会当充足、够额，是为着要做啥物？为着要做啥物？要做各样无共款的善事。人的富足是要行各种无共款的善事，所以咱要伫富足的中间去看到别人的软弱甲欠缺。要互人伫咱的心上，通过咱所行、咱所做、咱所想以及咱所贡献的，互济济人会当对心内生出感谢上帝的心。亲爱的兄弟，今仔日咱每一个人伫咱所行的路站有无共款的境遇，一定有上帝伊无共款的计划。你的富足，毋是臭猪脚，你的富足有上帝美好的旨意伫你的心上。其中所欠的就是咱敢有把握咱的富足来行各种无共款的善事，互人伫即个中间来认捌上帝，互人伫即个中间来感谢上帝。有的人咧问讲，基督徒要做见证，要做啥物款的见证？有的人，有的基督徒，伊所做的见证是：我虽然伫艰苦的中间，犹原会当开喙学乐感谢上帝。但是有时啊，上帝互人伫见证的中间，是要互咱伫富足、心内满意、生活充足，以及咱伫生活毋免烦恼咱所欠用的中间，会当尽无共款的力来做无共款的事。所以今仔日伫咱所读的经节，哥林多后书9章11节，这个经节拢是差不多咱所读的经节哦，只是有时啊收早收紧，读过也会袂记住，个版本无啥共款。哥林多后书9章11节，咱头拄仔所读，因对这供应的事顶悬得到证明，知影恁宣认基督，顺服伊的福音。我想咱真侪时，就是伫即个中间，咱伫甲咱兄弟、甲咱姊妹供应的中间，互人知影我所做的是为着基督，我所做的是要宣扬福音。伫我所做、我生活富足的中间，
我犹原看到欠亏人，然后要伫互相扶持、肢体交通的中间，将用荣耀归伫咱的爸上。我想这是做一个基督徒伫咱生活顶悬所会当表达出来的富足，所会当表达出咱来做好的事，所会当表达出咱伫咱的生活、伫咱的社会顶悬，甲咱的兄弟姊妹会当三角结连，然后互咱的生活哪行哪好成。但是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安尼。有一个日本的教授。叫做田村义，伊的日文我就无啥会晓。伊是一个精神科的医师，然后伊嘛是大学内底的教授。伊上时嘛写着真侪智商的册，伊的著作袂少。伊是针对着日本的青少年，写着足侪精神以及情绪，搁有伫青少年过渡时期内底所拄着的问题。伊也伫日本成立一个类似咱台湾今日讲的生命线，迄个24点钟的迄个咨询电话线，互人伫迄个中间拄着艰苦过袂去，特别是拄着忧郁症，无人通讲，无透袂使的中间，有一支电话通敲，24点钟伊也咧运作。咱台湾嘛有即个生命线，生命线的志工其实压力拢诚大。因为爱轮班、爱轮值，24点钟爱有人顾电话，然后你若是遇到即种忧郁症的，敲电话来讲的通常无2点钟拢袂煞的啦，至少拢爱讲到2点钟去。2点钟讲了有时讲了若袂对档佫袂使挂电话咯，因你电话若挂落安伊就去自杀。做即种工课基本上拢趁无啥物钱啊，这拢毋是为着趁钱在做这个工课，总是因讲一通电话，就是帮助一个生命。这个田村义有写一本伫2015年写一本册，叫做《抢救简居族》。这本册叫做《抢救简居族》。这本册本来是日文的，伫2015年的时，伊甲伊翻做中文，所以台湾中文有这本册。然后伊伫这本册内底去强调着人活地是社会性的动物，意思就是人不是家己一个人在生存，人必须要有一款的能力叫做社会性的能力。这个社会性的能力，就是爱互人甲人之间会当建立好的关系，能力爱有够，才有法度建立这款的关系。然后人要建立这款的关系，需要有够野的能力。这个能力伊甲分做4种。第一个是生理的能力，这个生理的能力基本上就是讲话啦、食物件然后体力啦。若是要出去佚佗、爬山，你爱有够野身体健康，然后你会当甲人交配。甚至有时若是要做伙食饭，嘛爱有材料能力去三角食饭。若有的人要食海产，有的人无爱食猪，有的人无爱食羊，这拢是属于生理的能力的内底。所以伫即个中间，即个能力若是愈悬，你会当甲人交配的本钱如何？你哪会晓拍球？你哪会晓出世？你哪会晓游泳？你哪会晓爬山？你会当行足侪无共款的活动，所以你就有愈强的能力去甲人建立无共款的关系。第二种的能力叫做智慧的能力。这个智慧的能力所讲的就是。伫国小的阶段，伫10岁的阶段，你爱有10岁的知识甲财力。这种的知识，较毋是册读偌济的意思。这种的知识，较属于常识。有一句话讲，没有知识也要会看电视。
所以通过看电视，通过你对外界的接触，你会当得到真侪的财物。然后，即种的财物，互人产生智慧。即种的智慧会当互人伫交配中间去建立一种较深的关系。所以有的人会讲啊，我看迄个人，真有智慧，智慧真抽象。但是智慧有时啊，是对财物、对常识内底开始建立起来。你的智慧能力愈悬，你看代志的深度愈深。你的智慧愈宽，你看代志的宽度就愈宽。所以智慧的能力决定你这个人会当甲人交配到什么款的程度，会当决定你会当讲偌济深度的话，互人伫交配中间得到无共款的造就。当然，我若要甲人交朋友，我嘛小可会敬一下。哇，迄个某美人生活经验足丰富，所以啊，甲伊讲10分钟的话，袂输我读一本册。听伊一个演讲，较赢我人生跑走30年。我想这就是智慧的能力。第三个是生活的能力。有的人真够读册，真有智慧，但是啊，伊家己生活无一定会晓快，无一定会晓洗碗，无一定会晓整理家己，无一定会当互家己所徛起的厝体会当真好势。生活的能力，互人看见你这个人伫生活顶悬会当甲你有相款的交流。有的人真够真路，出去方向拢袂走精，啊有的人毋免出去，干那住厝内就袂路，逐项物件拢找无。我想这是每一个人无共款的社会性的能力。然后最后一个是心理的能力，这个心理的能力一直拢在调整，会晓做爸爸的，无一定会晓做阿公，敢听有意思？会晓做太太的，无一定会晓做大官、大家。会晓做太太的，无一定会晓做大家。每一种人的角色，拢需要伫咱的心理内底适当去调整。所以伊伫遮讲起即个心理的能力，包含人甲人之间交往、角色的改变，互人看见即个人伫人生无共款的阶段，40岁、50岁、60岁、70岁，是毋是会当有真好的心理状态？知影要安怎讲，知影要安怎包容，知影要安怎重新伫伊新的年岁改赞，去做到伊新的人生目标。这个心理的能力，包括控制情绪的能力，控制情绪的能力，照理来讲是年纪愈大，会当控制愈好。但是有时啊嘛无一定啦。有一句话讲啥？老人我毋敢讲老人天老人囡仔，老人囡仔，其中伊的意思所代表的，有时嘛是因为老人其实真单纯，有的时候要的不多啦。但是伫迄个心理能力，需要有无共款的调色，这4种能力加起来叫做人社会性的能力。这款社会性的能力，决定一个人伊是毋是会当伫伊人生无共款的阶段，会当扮演好伊无共款的角色。伊是毋是会当伫无共款的年岁，认捌无共款的朋友，然后丰富伊无共款的人生阶段，互伊的生命生活富足起来。这款社会性的能力，照理来讲，会对年纪愈大来增加，但是对一个会减少。这4个对一个会因为年纪愈大，伊会减少。生理，以前拢爬大山，真正爬楼梯就爬袂起啊。毋是你的毋对，是因为咱已经行入去无共款的阶段。有时一摆出门会当真久，有
有时拢毋知影忝，但是有时啊，到一个程度，2点钟困无好，规个生理时钟就拢总乱。然后这个智慧的能力咧，年纪愈大愈有智慧吗？照理来讲是安尼，事实来讲无一定，因为人会改变。人要安怎伫伊所徛在的位置，会当调整好伊无共款的智慧来面对伊无共款社会性的人际关系。我想这非常重要，也非常无容易，因为要调整家己的角色，毋是遐尔简单。第三个，生活的能力，年纪愈大会愈情感吗？这嘛无一定。少年的是会做，老啊无一定要做。啊，有诶少年的是无做，老啊真愿意做。听讲最近咱中间有本来拢足认真咧洗碗诶吼。顶摆实盘团契的是咧问讲，还是礼拜讲礼拜是讲啊有咧洗碗举手，哦，本来哦男性拢举手，表示真拢做迄个好先生，啊拢会当伫即个中间，大家互相来帮助，生活的能力。啊，心理的能力，角色的改变，家己年纪年龄的改变，会互人伫心理的状态改变咱无共款的心所爱，无共款的年龄，咱心内所需要的无共款，会当互咱的心满足，互咱的心欢喜，互咱的心伫迄个中间有成就感的物件，伊会完全无共款，总是。咱必须伫遮来提醒家己，年龄的改变，人的社会性能力也会改变。咱所需要的，毋是一直追求愈来愈好，咱所需要的是追求咱适当的角色、适当的心态。人必须因为年龄的改变，充分培养社会性的能力。来回应咱四周围的要求，因为咱的环境嘛在改变，咱的年龄在改变，咱的状态在改变，咱对这个社会所建立的关系，以及人甲人之间的关系嘛会改变。但是真互人欢喜的是，当一个基督徒伫教会中间，咱虽然年龄增加，人在改变的时，总是咱有一个真好的目标，会当继续往头前来跑走。就是伫服侍上帝、荣光上帝的中间，互咱找到无共款的对象，成做咱建立关系的开始。意思就是，一个基督徒，毋是干那过去的朋友是朋友，伊会当去建立新的人、新的朋友、新的环境。甚至伫咱后辈中间，互伊看见上帝的荣耀甲见证，然后达到荣耀上帝的目的。敢有人捌即个人？伊做成咱教会啥物人？这是一个牧师，顶礼拜伫 Peace Arch 车祸过身。即个牧师。可能50通岁吧，伊是一个香港的艺人，伊看到有上足势做。即个牧师过身，然后牧师娘甲嘛是2个还是3个囡仔，我看了无啥会记。但是伊过身了后，因为伊是艺人，所以因的教会伫迄个中间，为着因牧师娘甲囡仔伫迄个中间迄个网络顶悬的迄个募款网站来替因无接续因所需要囡仔的教育。即个牧师可能40通岁，大概50左右啦，大概50岁左右。即个牧师伊伫遮所行的，互人真少年的，就是伊家己本身是一个艺人，但是因的教会嘛是香港的艺人，即个牧师本身嘛是香港来的艺人，所以伊真知影。教会中间兄弟姊妹，包括对香港的事业，以及伫加拿大伫移民中间所拄着的问题，伊真愿意伫迄个中间成做因的朋友。迄款的朋友，无一定是会当解决别人的问题，
总是迄款的朋友，是会当不断伫人的耳孔的边仔对伊讲，上帝听你坚持落去。所以我想有真侪香港来的移民，甲台湾的移民有一个真大无共款。香港来的移民，伊一旦移民出来啊，伊感觉会转去。香港的移民感觉会转去香港，足少。香港的移民要出来，特别是97以后，就是要离开中国的统治。这甲咱台湾有一个民主，有一个自由，有一个咱过去伫咱的台湾这块乡土拼过的人所留落来这种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生活徛起的自由，非常无共。真侪人伫香港，或是移民来到温哥华、来到加拿大，伊会转去看，但是伊出来就是出来。所以遐香港移民出来，一定爱伫新的所在重新落地生根。我想甲咱台湾的移民有真大的无共款。台湾的移民会当伫加拿大、台湾的中间。亲像候鸟，咱嘛捌有一摆伫即个中间的感觉，亲像一个候鸟，伫迄个中间超出家己所喜爱的所在。香港的移民无即种的权利，所以即个牧师伊帮赞真侪香港的移民伫即个中间，一直甲伊讲，上帝听你坚持落去。真侪香港的移民出来，因就是去开餐厅，真侪开餐厅。我想伫因的生活内底，无一定就是好嘢，无一定就是好过，总是因出来就是无回头。我想有真侪移民伫即个中间，互即个牧师有真侪鼓励。亲爱兄弟，伊所做的，互真侪人笑了。所以因为有极大的恩典显现伫伊的心情，也通过伊所做的，互真侪香港的移民。来孝养伊，因为伊为着因来祈祷来感谢，因为伊讲起上帝讲不尽的恩赐，讲不尽的恩典，伫侪侪移民的人的心情，一直到伊过身，车祸去互一只破雪对后壁甲落来，伊的车全对Peace Arch 遐可能有迄个很陡的坡，结果伊的车全栽落劈毁。伊消失伫内底，但是亲爱兄弟，我要伫即个中间，甲咱互相提醒。今仔日咱会当移民来到伫即个所在，上帝赏赐伊有够额的富裕，是要互你伫即个中间会当行各种的善事，无论是伫年轻少年辈，或是伫咱朋友同在的辈。你所讲的话，爱互人会记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惠。咱毋通看轻咱的嘴所讲的话。你若鼓励，人得到鼓励就会当向前；你若埋怨，听的人也得到埋怨的心，所以伊也埋怨。今仔日咱的富裕，毋是因为咱要彰显咱家己的能力甲荣耀。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施落伫咱众人的身上，爱咱伫即个中间行各种无共款的善事。你要互人纪念啥？你伫你的生活内底所讲出来的话，要互人来纪念啥？纪念有一个长辈，伫我艰苦的时所讲的鼓励的话，互我会当喙紧加咧，继续往头前来行。也是伫即个中间，互人纪念讲，有一个长辈，伫我上哀伤、痛苦、艰苦行袂落去的时，有人牵我，甚至伫我跋落的时，伫遐讲，爬起来，我甲你叫。今仔日咱在座每一人拢有一种恩赐，因为上帝赏赐咱有够额的恩赐，行各种无共款的善事。上帝互咱富足的生活，是为着要彰显上帝伊的荣耀。
正人得到力量。你要互人体谅啥？伫咱无无无明的中间，咱独独只知影时间伊伫咧行，伊无等人。咱的时间要多偌济？愿上帝帮助咱，互咱得到扶持，互咱伫咱教会后礼拜所要选举长老的中间，你不只是要来投票，你更加伫投票的中间讲：上帝啊，帮助我，互我成做阮教会长老的帮站甲对啦，互阮教会所选出来的长老，通为着正人。三甲荣耀，上帝荣耀，咱三甲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你拯救我，互阮伫艰苦的中间重新得到扶持甲帮助。阮行过济济路，死荫的山谷，阮伫遮献上阮的感谢。自当阮真济人已经行到清净的水边的时，主求你，互阮无贪恋伫水边的安静甲享受。求你悠然，互阮想起阮过去所行过人生的艰苦，用这来扶持帮助阮四周围的人。主，阮相信你赏赐恩典伫阮众人的身上，互阮生活富足，互阮心灵充足，是有你美好的旨意。为着要伫即个中间使用阮诚做你所使用的器皿，互阮伫教会内底重新找到一个阮所要扮演的角色，互阮所行所讲利益正人，荣耀上帝的名。愿你施恩伫阮的中间，愿你启造阮每一个人，愿你赏赐阮聪明智慧，伫阮跑走的路中荣光你的名。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